中國嘅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20個重點領域，大家係咪全部都認識呢？適逢1年1度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，就等我嚟考考大家啦。非遺都同國家安全有關？冇錯，因為事關文化安全。企喺非遺嘅角度，文化安全就係保護同傳承。中國嘅非遺數量非常多，屬於世界級嘅更有44個，位居全球第一。中國風、國潮融入非遺，近年嚟大行其道，都係文化安全得以彰顯嘅明證，亦都反映我哋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係發自內心去認同，出自真心嘅喜愛。咁樣先至可以確保中國傳統文化唔會消失或者被取代。國家安全同環保有關係咩？當然有，就係生態安全。中國整體國力不斷增強嘅同時，正面對天然資源緊張、環境污染嚴重、生態系統退化等等問題。生態安全唔單止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，更係人類生存發展嘅基本條件，同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息息相關。所以生態安全同環保密不可分。近年嚟經常聽到嘅雙碳，即係碳中和、碳達峰，亦可以話係維護生態安全嘅一種表現。去到外國之後，國家安全可唔可以幫到我呢？總體國家安全觀入面有一項係海外利益安全，通俗嚟講就係喺你身後有一個強大嘅祖國。旅遊嘅時候遇到問題，我哋都會向中國大使館尋求協助。而相信最多人熟悉嘅例子，會係喺2015年3月，也門內戰升溫之際，中國展開撤僑行動，將500幾名中國公民安全送返屋企。呢件事後來被改編成為賣座電影《紅海行動》。唔單止係個人，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，以及主要對外投資大國，對於呢啲走出去嘅企業，中國亦都會竭力維護佢哋嘅正當合法權益。